刘惜君在《生生不息》节目中翻唱了香港歌手黄敏华的粤语歌曲《挑战》。这次翻唱是刘惜君的一次全新尝试，挑战了唱跳舞台，展现了与以往他擅长的抒情风格不同的、更具活力和动感的形象。刘惜君演唱挑战，展现了她扎实的唱功。尽管挑战了自己不熟悉的唱跳形式，但她的演唱依然稳定，展现了对粤语歌曲的驾驭能力。
通过充满力量的歌声和舞台表现，刘惜君成功地传递了歌曲中积极向上、勇于挑战的精神。刘惜君演唱的《挑战》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翻唱，更是她个人音乐道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。她用实力和勇气证明了自己可以驾驭不同风格的歌曲和舞台，也为观众带来了惊喜。